2025年仲講追夢，放棄穩定嘅社工收入，走去創業，係咪即係等於做傻事？唔知點知呢？於是2024年尾，我開咗香港科學頌缽研究所1年啦，究竟結果係點呢？做咗10年社工，見得太多人抑鬱、焦慮、瞓得差，咁樣嘅環境、生活節奏，就算我哋幫到一時，都真係幫唔到一世。直到遇上科學頌缽呢套可以持續改善身心健康嘅方法，盡力一試，希望可以帶嚟少少嘅改變。但估唔到1年我哋竟然可以服務超過3000人，亦都教咗超過200位同路人學科學頌缽，仲遇到好多願意一齊療癒香港嘅人，一齊努力服務返個社區。故事唔會喺度停，嚟緊2026年，我想有更多嘅突破，更多嘅研究，更多服務香港人嘅機會。所以我開呢個 page， 想你見證住我點樣一步一步幫更多香港人，讓科學頌缽走入每一個家庭。唔知得唔得？不過好似2025年咁樣，我都想試下再次走出安舒區。如果你睇到呢一度，不如俾啲支持我 ，follow 我，等我將更多嘅療癒故事分享俾你知。